我今日嚟到呢度着住套唐朝服，去咗聚宴開餐啦！成個場靚到癲，宮燈、木雕，仲有宮女姐姐跳舞迎賓，真係好似拍攝穿越劇咁。你知唔知佢哋10幾道菜都跟住古樂節奏上㗎？邊食長安賦主題餐單，邊睇水袖飄嚟飄去，90分鐘由頭嗨到尾，影相打卡位多到9宮格都爆晒。講真啊，呢餐回憶嘅歷史書，你唔嚟就肯定會走寶。咁呢度嘅服裝咧真係好多選擇嘅，除咗我依身個藍白色造型之外咧，呢度咧都有好多色彩繽紛嘅選擇嘅，鮮豔嘅紅色又有，素色一啲都有嘅喎。今日為咗試下聚宴沉浸式中國古代宮廷盛宴，我就訂咗下晝去，因為性價比高，長安賦主題可以俾客人身着漢服入宴，當然如需妝造服務要額外收費。人均港幣400左右，可以體驗味覺同視覺嘅享受。每一道菜呈上之前都會有故事或者禮樂演奏，代入感超強，仲會使用投射技術，認真唔錯。記得買完之後要向店家直接預約座位，可以提早揀個靚位拍攝影相舞台中。成個表演加餐食總共80到90分鐘，大約由12點至2點完場。我一早約咗9點，我到現場化妝試服裝。差夫來了，謝謝。哇，話咁快咧，原來咧大概1個鐘頭咧就可以已經變裝啦，着好晒漢服，換晒衫，仲整咗個咁靚嘅髮型喎，都係1個鐘啫。咁大家就會問，其實幾錢咧？咁咧，服裝方面咧就100蚊啦，化妝 set 頭咧就係200蚊，總共300蚊咧，你就1個鐘頭內咧就即刻可以穿越着漢服，就準備好去唐朝食呢個宮廷盛宴㗎啦。聚宴係一座文化嘅橋樑，連接現代與古代文化繁榮。呢個名稱源自敘述同敘舊，寓意每一次聚會都係一次歷史嘅重新體驗與詮釋。喺呢度，賓客唔單止品嘗傳統美食，更加同古代文化進行直接對話，體驗一場視覺與味覺並重嘅文化之旅。聚宴嘅設計靈感來源於古代嘅交流與團聚，帶有溫馨嘅回憶同埋歷史嘅重述。每一道菜都係一段故事，賓客喺度唔單止係用餐，而係穿越時空返到古代盛世，體驗古代文化嘅博大精深同埋獨特魅力。每一次聚集都係一次穿越，一次深入歷史長河中嘅文化對話。站快！喺聚宴，每一次用餐都變成一次歷史文化嘅探索。每一位賓客都有機會重溫歷史，共同敘述屬於自己嘅故事。呢個唔單止係一次餐飲體驗，而係一次深刻嘅文化之旅。用美食說故事嘅主題宴多得是，但聚宴強調嘅沉浸式卻並唔係人有我有嘅推銷伎倆，而係認真將古代宮廷盛宴嚟一個無孔不入嘅呈現。唔止建議食客穿漢服進場，現場金龍、長雲等裝飾，以至歌舞演員嘅服飾，無一不金碧輝煌，仲以為行入咗滿城盡帶黃金甲嘅戲棚，吃盡珍饈百味，不知不覺便入戲。吾皇設宴，特有4方賓客共賞，10萬宮廷樂舞。
食緊第2道菜蒸小黃魚，等我試下先。好細心啊！佢已經拆晒骨㗎，你睇下。蒸小黃魚咧，我覺得係有魚嘅鮮味之外咧，佢最特別咧下邊咧有一層肉餅啊，食落去嘅口感咧更加豐富啦，同埋味道就有啲鮮嘅魚味啦，同埋肉味。咁咧，我覺得咧呢個第2道餸，第1道餸咧，我都覺得幾滿意嘅。嚟到食到第3道菜啦，佢哋咧每道菜咧都有個好靚嘅名嘅。呢一個咧就係叫做竹煙佛日羊肚菌啊！聽完之後已經覺得好有詩意，好有氣氛啊！等我試下先。呢個羊肚菌咧整得好入味同埋好爽口喎。其實第一次食羊肚菌嘅菜式嘅啫，平時都係飲湯居多。原來羊肚菌做餸都幾好食㗎喎。個羊肚菌裡面咧係釀咗一啲咧好似蝦膠嘅嘢，食落去咧口感就比較有層次啦。裏邊就彈牙，外邊就爽脆。呢度嘅菜式都幾細心㗎喎。春蝦，謝謝。哇！原來一次過咧，而家嚟咗2道菜啊！呢個咧就叫春蝦，個擺盤咧好有呢個仙境嘅感覺啊！等我影下相先。先放下來，我吃的。哇！呢度咧唔單止有卡打，有靚相影，有嘢食，仲有遊戲玩噶喎。玩完遊戲咧，仲有禮物添噶。日月合璧7重锦，玉环初断龙涎尽。係啊，大家見唔見到出邊好多人影相打卡，而我喺度食嘢咧？咁當然唔係我唔中意影相啦，而係一早已經影晒啦。而且咧，啱啱頭先個工程宴咧就太精彩、太繁忙啦，幾乎每一道菜咧都有表演噶喎，真係目不暇給啊！同埋食嘢係慢慢咀嚼噶嘛，所以而家都係仲係食緊呢個最尾嗰幾道菜嘅。咁其實咧，我小 tips 俾大家，我會建議大家早啲嚟咧，影相咧就少啲人。你睇下而家其實咧。今日因為係星期5啦嘅下晝，所以咧都仲有俾你影。但係如果你到夜晚咧食完飯，我相信咧就好難話影到啲冇人嘅背景咯。咁呢個係一個小貼士。咁同埋大家預咗咧就係哇都要食嘢食快啲，因為咧真係趕唔切佢哋嘅進度。哇！原來呢把線係有用㗎，唔係我嚟做樣襯套漢服影相㗎。因為原來裡面咧冷氣咧就爭咗啲咁多，但係都唔係影響咗呢餐咧
盛宴嘅體驗嘅，因為咧，我覺得個體驗咧，我係非常之咁滿意㗎。首先佢嘅食物咧，比我預期之中好食喎。咁我上網做資料搜集嘅時候咧，好多人對嘅食物咧嘅評價一般嘅啫。但係我自己咧就覺得，哇，真係唔錯喎！例如嗰個蒸小黃魚啦，裡面咧係襯咗個肉餅啊，食落嘅口感同埋味道係一流嘅，我係覺得。同埋佢每一道菜咧都做得好細心，而且咧仲配合咗一啲表演啊、音樂啊、舞蹈啦。我頭先數過啦，計埋呢個頭盤啦，總共有10道菜嘅一個午餐。咁然之後表演咧就有8場啦，之間咧仲有啲小遊戲可以俾我哋即係參與其中啦。如果玩贏咗啊，猜包剪揼啊，答啱問題啊，都有獎品嘅喎。所以我覺得咧成個體驗非常之好。咁仲有跟住係啦，咁既然個體驗咁好喎，咁要知道價錢啦。價錢方面咧，今次我哋嘅晚餐一個人啦，佢係有分開正常同埋 VIP 嘅。咁你就揀咗 VIP 嗰隻啦，就每個人咧就500蚊。如果係晚市咧就700蚊。我覺得呢個價錢係抵嘅。咁但係咧服裝啊、化妝 set 頭咧就未包嘅。咁仲有就係、我覺得要改善嘅仍然都係要翻啲冷氣咯。咁仲有啲小貼士俾大家，就係、我今日咧因為揀咗化妝 set 頭食午飯啦，咁就9點半嚟到嘅。咁我原來1個鐘就化完㗎咯喎。咁我諗我影相拍埋片都仲有啲時間喎。跟住我發現咗其實呢個係好處嚟㗎。頭先咧個晚宴一完咗啦，個盛宴，跟住就好多人喺度影相啊。其實都比較難影相嘅。咁所以咧，如果你真係有心嚟拍片或者影相咧，就提早啲嚟啦。仲有大家諗嚟過一次就得啦，唔係㗎，呢度咧係定期轉佢哋嘅主題啦，同埋個菜單嘅。例如我哋今日咧參與呢個咧，就係呢個關於呢個唐朝啊，呢個太平盛世嘅一個主題。咁遲啲可能佢哋又轉㗎咯喎。